歡迎嚟到 Mateus Pay， 我哋一齊 Pay 一 Pay。今次要 Pay 嘅係將呢隻砌好嘅騎士超越之龍改飾。上次砌完呢隻騎士超越之龍之後，總係覺得佢嘅紅金色配搭有啲怪，直到我見到呢隻黃金神超越凱撒，我終於明白點解隻超越之龍係有啲怪啦。原來係橙色配金色會比較好睇啲。於是我就開始我嘅改飾計劃。首先我就開個 Photoshop 放張圖入去，試下橙色配金色係點嘅樣先。經過千辛萬苦嘅製作，最後嘅結果係製作過程。金色方面，我用咗 TS84，喺噴 TS84 之前，首先要噴黑色 TS14 做底色。個金色 TS84 我係噴咗翅膀最外圍嗰個位，同埋噴射器嘅外框。再用埋呢支 TS92 金屬橙去噴返呢個主體原本紅色嘅位置，最後再用 TS42 槍鐵灰去補返呢個噴射器嘅位。呢個顏色嘅配搭我係非常之滿意，但係改色嘅過程不斷出現阻滯，例如個橙色唔係好上色啦，諗住直接噴就搞掂啦，點知原來個金屬橙係冚唔過個紅色嘅，於是我又洗翻晒啲橙色漆。今次我先用金色打底，再上翻呢個金屬橙，效果出嚟比之前好好多。騎士超越之龍嘅改裝就講到呢度啦。雖然整隻嘢嘅 detail 唔係做得好好，但係整體嘅配色我好滿意。各位朋友仔，如果仲有咩想問嘅話，歡迎喺下邊留言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， 撳埋個訂閱掣，同埋分享俾想買呢隻玩具嘅朋友仔睇下啦。下次見。